見到你好開心，有咩可以幫到你？香港君悅酒店點去？上一層扶手梯直行，通過玻璃大門對面就到達酒店後門。廣場8樓食肆喺邊？出玻璃門轉左手邊乘坐升降機可直達8樓。過海巴士喺邊？上一層扶手梯往入境處天橋落樓梯到達。帶我去洗手間。OK， 跟住我啦，唔好甩隊。我哋依家到咗洗手間位置啦。